大家好，我係西西，今日咧就嚟咗海邊，好舒服啊！咁樣咧，冬天就過咗咯喎，大家呢幾個月過得點啊？2026年咧，咁樣3月咧又嚟到尾聲啦，咁又過咗1/4。咁我今年咧，冬天嘅時候咧，冬至嘅時候咧，見到有人咧就教啊，其實咧冬至咧可以做一個許願嘅活動喎，咁就係揾13張紙仔啦，分別寫咗13個願望，咁就想喺新一年會希望可以達成嘅嘢啦。咁就由冬至嗰一日，每日咧就會盲抽一張你寫咗嗰啲紙仔啦，跟住就可以燒咗佢，每日就燒一張，燒到去1月1號咧就係會剩翻最後嗰一張咧就可以開嚟睇啦，咁樣。咁之前燒咗嗰啲咧就燒咗啦 ，OK。剩翻嗰一張咧，咁啊打開嚟睇啦。咁我咧就係我最開心見到嗰一張，因為其他嗰啲咧都係 work related 嘅。剩翻呢一張咧，竟然係我寫住係 books and nature，即係我想有好多時間去睇書啦，同埋嚟親大自然啦咁樣。話說呢一個許願嘅活動咧，就係咁呢。第13張，你唯一一張會打開嚟睇一張呢，咁就係你今年可以花時間花你個心神去 work on 嘅嗰一件事，因為唔係 work related 啦，係好 leisure 係咪？咁所以好開心啊！而家咧已經睇緊第4本書啦。咁喺呢幾本書裏邊咧，咁就其中有一本咧就係講chronic pain 嘅，即係長期嘅痛症咁樣。咁嗰本書名咧就叫做 The Way Out。咁佢就係有個醫生佢寫㗎啦，關於佢自己都有長期嘅痛症嘅問題啦。美國嗰邊咧就有個研究，就去揾有長期痛症嘅病患去做呢個研究，就係一個8個星期8個 section 去幫佢咧去 regulate 翻個 nervous system。其實就係同自己個身體去做翻一啲對話，了解翻自己個身體嗰個部位究竟係有啲乜嘢原因，佢一路仲喺度痛俾你睇咧咁樣。咁明明係已經醫好咗噶啦，嗰啲歪咗嘅嘢已經翻啱位噶啦，咁樣。咁點解都仲係會成日都痛嘅咧？咁樣，咁原來就係個 nervous system 咧已經係傻傻地啊！佢 keep 住咧都仲係覺得而家係有事㗎咁樣，咁所以你啊 keep 住都覺得佢喺度痛緊咁樣。咁原來咧我哋同翻自己個身體 connect 翻啦，聽翻之後咧，跟住嗰個痛症就消失咗啦。咁佢個研究咧就係有90%幾嘅人嘅痛症就自此就冇再翻發啦咁樣。咁佢本書就有教嗰個方法啦。咁我就攞其中同自己對話呢一樣嘢咧，我一邊睇咧一邊就即刻係喎，早嗰輪咧就成日都個左邊肩胛骨咧有啲唔舒服喎。咁好啦，咁我咧就去幫自己去做啦。咁就我真係即刻就冇咗啦。跟住我咧又會喺度諗啦，呢一刻梗係冇咗啦，咁舒服啊，呼吸幫自我催眠咁樣。聽朝睇下點知真係冇，第二朝冇，1個星期都冇啦。到依家咧已經又過咗1個月啦，真係冇痛翻嚟啦咁。嗰個方法咧，我嚟緊就再拍另一條片教大家點樣去做啦。咁就希望都可以幫到大家啦。咁喺嗰條片出之前咧，咁如果你關於冥想都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睇下我之前咧曾經有一條 meditation 嘅片嘅，咁就係有一個5分鐘嘅 meditation， 咁都可以去睇住嗰個跟住做住先。咁嚟緊咧就再同痛症有關嘅呢個主題再拍一條。咁就除咗呢本 The Way Out 之外咧，咁另外就睇緊關於 Celtic Traditions， 就係蘇格蘭啦、愛爾蘭啦嗰一邊嘅一啲傳統點樣去順應自然四季個變化咁樣。係啦，咁嗰個就睇緊啦。咁另外就仲有好開心就係睇小說啦，終於都睇咗咧，舊年已經買咗啦，一路都未睇嘅《成語不確定的牆》。
係啦，唔望住咧係完全讀唔到個書名嘅村上春樹，咁就係勁開心啦！啲好長篇嘅小説實在太好睇啦。好，咁咧就好開心咁樣去開展咗我個2026嘅第一季啦。早前就過咗春分啦，咁就正式踏入春天啦。即係雖然喺香港咧，其實四季咧好似淨係得凍啲啦，同埋熱咁樣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我哋都可以叫自己咧，而家係由冬轉春天嘅，因為始終個天氣未係熱定噶嘛。OK，係啦，所以咧，我哋而家都係春天嚟噶。OK，咁咧就春天就係好適合就係去開啓一啲嘢啦。咁當然係喺1月1號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覺得哎呀新年新氣象啊咁樣，跟住去到農曆新年嘅時候，又新年又大吉啦咁樣。咁跟住去到而家3月尾4月頭，咁就係又可以當係一個新嘅開始咁樣，係咪好好咧？咁雖然咧就我哋有陣時就會覺得已經一年咧過咗幾個月啦，好似會有啲唏噓都未定啊，for 有啲朋友係嘛？咁所以咧就要揾啲嘢自己去沖起一下，咁就可以趁而家呢一個嚟緊4月頭又係復活節啦，係嘛？咁都好似係有一個 rebirth， 有一個重生嗰個意味喺度嘅，咁就都俾自己可以隨時可以重啟一啲嘢。咁可能係1月1號你諗咗嘅一啲嘢，未必仲拖延緊嘅，咁不如就而家開始啦，係嘛？Never too late 咁樣。又或者係開咗個頭我自己就好多啦，開咗個頭，跟住又可能未埋尾嘅嘢，唔緊要做啦咁樣。咁就係咁啦，希望都可以帶到呢一個 message 俾大家啦，大家共勉之啦。好開心今日帶大家嚟到海邊。咩話？去咗頭頭OK。嗰條街風腳，想將個攀咧推去後邊個天花板，想掂到個星空，想掂到後邊天花板。嚟啦，一個呼吸，吸氣吹到個背脊好。Pyramid Triangle Goddess。係啊，呢個曬。唔係個左右真係爭啲。住呢個灰色呢個。
過咗完美嘅一天，有去玩又有工作，而家可以愛回家。拜拜。